咁今日好多謝劉生嚟接受我哋明卓會嘅訪問啦。咁都想問一問劉生，最初個傷口係點樣形成同埋持續咗幾耐㗎？個傷口咧，我上年嘅8月有傷口，因為我個腳個血管唔係咁好啊，咁變咗隻腳有啲地方可能受傷有感染，咁咧就遲咗幾個月都個傷口好越嚟越大，咁啊2-3月之後咧就決定醫生同我安排去醫院嗰度開刀將個傷口就啲窿啊割咗去之後咧，咁但係割第一次之後咧嗰個傷口復原唔到，要開第二次刀，咁啊就個形成咁樣越嚟大個傷口咁樣。劉先生嘅傷口咧，其實喺足部嗰個係一個動脈嘅潰瘍嚟嘅。咁動脈潰瘍嘅意思咧，就係因為佢動脈血管咧出現咗一啲問題，而導致到咧血液咧提供不足，而造成嘅一個傷口。佢個傷口表面咧有腐肉啦，已經感染咗，而且非常之痛楚。傷口咁耐都唔好咧，其實主要個原因就係因為血液供應不足啦，因為血管有問題。第二咧就係因為傷口已經感染，而且處理得唔適當。喺處理方面咧，首先我哋會同佢做清創，即係話咧將傷口上邊嘅腐肉咧清除，跟住咧我哋特別選取咗一個先進嘅敷料。而呢個敷料咧，一方面咧可以殺菌，可以幫助控制感染；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鎮痛嘅功能，可以舒緩佢個痛楚。咁為咗加速傷口嘅愈合咧，初期咧我哋就用咗一個負壓機。咁負壓機主要功能咧就係將佢傷口上面污糟邋遢嘅嘢啦，同埋滲液咧係吸走嘅。咁當佢個滲液同埋感染都控制得好之後咧，我哋就開始一個叫做局部嘅膏氧療程。目的咧就係加速肉芽嘅增生。咁每次換完個傷口之後咧，我哋仲有一個光學嘅療程俾佢添。用咗以上嘅方法去處理之後咧，個傷口咧就進展得非常之順利啦。有到咯，正開頭係一個傷口唔好煩躁嘅，日日都見到佢傷口就越嚟大，或者啲顏色越嚟差。咁咧用過咗2-3個星期，啲顏色靚咗啦。同埋行嗰陣時個痛楚程度自己知嘅，咁變咗你當心情好啲，梗係會快啲好咯咁樣咯。同埋即係同你啲姑娘都關心我啦，咁變咗成日都 WhatsApp 有咩問題都問我啊，唔係即係話嗰個鐘頭同我安排護理，有陣時去我星期日就算冇去睇佢都問我點啊，劉生咁樣，都關心我啦啲姑娘。OK 之後咧，咁其實頭嗰1個月咧，其實好辛苦啦，因為要處理，其實最辛苦係頭1個月咯。咁啊處理嗰陣時，因為處理方法同出邊唔同嘅，你哋係會用啲方法係幫我去咗啲爛肉啊、死皮啊。嗰段時間頭嗰1-2個星期就幾辛苦咯，但係就慢慢同你哋阿月姑娘同埋阿 Ryan 建立咗嗰個信任關係先啦，即係去處理我啲肉同皮嗰陣時咧，大家忍住咯。咁最辛苦係頭嗰2-3個星期，跟住嗰3個星期之後，你哋又建議我用啲儀器啊、啲氧氣機啊、啲高壓機。咁自從咗氧氣高壓機之後，個進展就快好多啦。咁就自己一見到進展快好多之後咧，個人嘅心情好好多啦。咁後尾到咗1個月之後，我過嚟就唔使揸拐杖啊，揸普通嘅啲爬山杖就得啦，即係睇到自己行得到啦。咁變咗就同我傷口咧就冇痛。咁1個月之後就唔需要啦，咁就假日過嚟或者2日過嚟一次，咁開始進展好好啦。咁而家其實實際就係用咗4個月到，比我出邊應該快咗2-3個月咯咁樣。如果我出邊咁我都問過啲我自己醫生，我醫生都講係奇蹟嚟嘅喎。佢預計我9個月嘅，我醫生，佢話應該，所以我醫生都覺得我今次嗰個處理得好好咯。我醫生都好開心啊。OK 啊，即係縮短咗好短時間。係啊，最少一半時間縮短咗。我醫生同我講，如果佢估計要9個月嘅，因為其實我隻腳因為本身一個問題就我隻腳有血管問題咧，隻腳都要行得唔好。如果正常人佢話應該4-5個月嘅，咁而家其實我比正常人都仲快咗，所以變咗今次自己知道之後好開心咯。咁咯。用咗適當嘅方法處理傷口之後咧，劉先生嘅傷口佢愈合嗰個時間咧，比預期係快咗1倍。人嘅朋友啦，好多謝我太太啦。咁我受傷嗰陣時，佢好擔心我，等我
喺個治理上邊咧，即係好專心去做嘢，唔使我擔心屋企啦。咁我三嫂啦，特別多咗我三嫂啦。其實我好少同我三嫂見面嘅，其實即係感情都唔即係個關係唔係成日見面。但係今次我有事去好關心我啊。因為我嫂做護士嘅，去放工走上嚟幫我洗下傷口啊。嗰陣時未同你公司做之前，因為我唔可以日日去揾護士幫我洗傷口，佢日日走上雙手，其實洗到我都唔好意思啦。即係其實原來可以，雖然我哋唔係成員，但係佢真係好關心我，好多謝佢啦。咁啦，咁我家姐啦，我家姐其實開頭一個日都陪我上嚟嘅，即係每次都喺出邊等1個鐘頭去幫我護理啊，陪我上去地鐵姐啦。即係對我好好啊！咁每日都陪我去睇醫生啊，又好關心我，有咩需要幫我買嘢啊！咁等我喺個治療過程方面咧，得到好多支持咯。咁同埋即係好多啦，譬如我哥啊，我細佬其實佢個都對我好好啊。咁變咗喺個即係個心情上面咧，好多人關心我，所以亦都可能今次我自己好得咁快嘅主要原因咯。我醫生啦，郭醫生，郭文玲醫生啦，佢就好關心我，每次嚟到都問好多嘢啦，好鼓勵我啦。咁另外特別多謝阿 Vian 啦，同埋阿 Angel 啦，阿吳姑娘啦，對我傷口真係好好啊。咁每一個步驟都控制得好好，所以其實今次我自己呢3、4月之後，我都周圍同朋友講嘅話，其實好多時啲嘢要同你身邊嘅人講多啲啊，同埋如果有即係我只有朋友有機會，如果有傷口咧，我都會介紹過嚟咯，同埋而家醫生。